我是一个汉妇，我呢有个外甥囡，一个孙囡。小辰光呢，已经搭里读讲搿个故事个，拨里读听。但是普通话呢，我又讲勿好，讲得有副标准。搿故事呢，侪是用苏州话辣讲个。现在呢，因为搿要求录下来，供大家娱乐、交流学习，也想呢让方言文化传承下去。辣辣接下来搿一年当中，我拿个唐诗大约呢分24个节气来读，每一个节气呢写2首唐诗，希望呢大家欢喜，也欢迎大家呢来讨论。大家好，今朝呢搭大家读2首唐诗，就是立春、树摇竹解释，鸾国河灯独不明，客行何时舟起柔？故乡今夜思千里，伤兵明日又一年。就是说，搿个大年夜里向唻，就坐辣搿客栈里向，日子冷清清个，只有灯光辣陪伴。伊为啥事体搿场伤心呢？因为今朝家乡个亲人肯定也搭里一样，辣辣千里之外辣辣想里。新个一年里向，我个两鬓又要增添支新个白发。大年夜家家人家灯火辉煌，欢聚一堂。客人呢，辣辣搿些辰光想着自家一个人呢，独居辣客栈里向，感情呢随发出来个，是从内心当中感到这伤心之感。自家身居辣外头，孤独个来到无能，驱逐个是悲伤之感。立春，春菜，唐年前，天波天南绕路边，托根无处不移面。凄凄终是无情物，吹落东风又一年。就是春天一到，天南天北呢，到处都是生长了路边的小菜，依赖着搿菜根，慢慢叫呢辣辣生长。可是随便哪哈没有人个春菜，总是要催人回去个。春风一吹，落个小菜又过去一年，所以书友呢就叫做搿个春菜又落，抒发自家一家辣外头强烈个思归情绪。今朝呢就是讲个立春，下趟呢再搭大家再讲榆树。